食啥物？二哥，安全。炒面。花芽菜。この番組は双子星三冠王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台语自修室。今天我们要玩的是节奏游戏。那我们先从董婷开始。董婷，然后小李找我，然后再轮头脑。1、2、3，跪你我被夹1、2、3，跪你我被夹虾米。的菜肉。梅呀。辉哥。捧哥。讲啥物？趁大钱。喂，你啦！对你会当讲啥物？趁大钱。你就水。新年快乐！食饱饱。好年行大运。吉祥如意。你就缘投。你那个是新年祝贺词。我们要换题目，我们要换成桂林要去倒位耍。桂林要去倒位耍，你我谈。你我谈。海边。白沙。阿里山。阿嬷刀。嘉义。台南的厝。文岛。看花。看海。台中回海。桂林要去倒位耍，台北。台南。打铁。嘉义梅山。阿里山。七股。高文。高雄。安平。我想不出来。桂林我要吃啥物？谁先啊？吴永婷。吴永婷先，好，再一次哦。1、2、3，桂林我要吃啥物？豆豆汤。捧个鸡骨。白菜肉、蚵仔签。乌皮鸡、佛跳墙。虾呀、鱼呀。青菜、螃蟹什么孔？
分钟。那我们今天影片都到这边为止。喜欢我们影片的人就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开启小铃铛。